大家好啊！喺2星期前嘅美股格局咧，同大家提過啦。美股咧喺中期至長期咧，其實大致上咧都係維持住一個大漲小回嘅格局啦。因為始終咧好多咧今次嘅 AI 嘅浪潮咧，好多嘅公司嘅業績啦，同埋實際嘅產品服務咧，其實真係 catch up 緊一啲實際嘅一啲嘅業績啦，同埋一啲嘅經濟效應出嚟嘅。咁但係因為當時咧就見到短期咧係會有一啲嘅獲利回吐嘅壓力啦，咁啊出自於一啲嘅唔同嘅新聞當時浮現咗出嚟啦，亦都擔心通脹嗰個問題會令到美債高企啦。咁所以咧係有當時提到話喺短期有呢個機會承壓之後咧，有3個交易日係出現咗呢個下跌嘅。咁後續咧其實最近呢個零星期咧都係回湧翻啦，咁啊繼續呈現翻按之前提到嘅大漲小回嘅格局。咁咧之前提到嘅股票咧，咁有唔少都錄得唔錯嘅升幅嘅。咁包括2星期前提到啦，咁AVAV 呢隻股票啦，咁都係覺得中長期係冇問題嘅，儘管咧短期咧係有一啲嘅波動啦，咁亦都包括因為即係軍工股整體板塊受到一個壓迫啦。咁咧但係昨晚咧咁 AVAV 咧就跟隨其他嘅無人機嘅公司咧都係錄得一個相當唔錯嘅升幅啦。咁繼續而家呢啲價位咧，我認為咧中長期咧仍然都係一個唔錯，值得可以繼續吸納嘅公司嚟㗎。咁同時間咧，伴隨住呢個美國嘅嗰邊嘅一啲嘅新嘅訂單或者新嘅一啲嘅融資嘅協議啊，或者一啲對軍工股方面嘅一啲嘅支持咧嘅一啲嘅軍費嘅撥備等等啦。咁其實見到咧軍工股喺之前經歷咗一段比較大嘅回調之後咧，咁有唔少軍工股都喺呢幾日咧就似乎開始咧就擺脫呢個劣勢，甚至做到一啲比較有力嘅支持啦喺啲底部嗰度。咁整個軍工板塊咧有機會迎嚟一波咧唔錯嘅升勢㗎。咁除咗 AVAV 之外咧，另外都有提過咧就波音咧。咁我自己都係會比較睇好呢兩間啦，都係穩中求勝之選啦。咁當然亦都有啲係升幅會比呢啲軍工呢兩隻厲害嘅軍工股嘅。咁我諗各位都可以係去發掘啦。咁因為呢個板塊好大嘅，咁但係都係向緊好啦。咁就唔多講啦。咁另外一隻都曾經喺節目度提過嘅就 AppLovin 啦。咁 AppLovin 咧就係提過就突破520蚊，咁之後就可以係去追入嘅，因為形成咗一個唔錯嘅一個技術上嘅走勢啦，咁做咗個底部啦，咁520蚊係本身一個重要嘅阻力位置，突破咗之後其實係可以追啦。咁其實琴晚都去到差唔多600蚊啦，咁都係好短時間。咁呢個股票繼續如果有貨係繼續可以持有嘅，如果未有貨嘅話咧，而家價位我個人覺得都其實唔算太貴嘅，咁有興趣都可以係吸納嘅。畢竟之前唔少嘅軟件股咧都嚟高位都回調咗唔少，咁佢都係其中一隻，咁仲有啲空間嘅。咁另外咧，之前亦都一路中意嘅一眾嘅半導體嘅公司啦，包括 Micron 啦、Intel 啦呢一啲啦，咁其實繼續都係表現得唔錯啦，咁都係高位，甚至 Micron 都係繼續大升啦嚇。咁冇特別補充嘅，基本上呢兩隻我仍然都係算係睇好嘅。咁但係如果貨多重倉嘅，係適宜係分批去減磅調整翻啦。始終投資上面咧，我仍然係非常之認同一個概念，就係要分散風險。當你其中一樣嘅倉位係提升到比重比較多嘅水平，哪怕佢係升上嚟都係一個開心嘅情況啦。咁但係都要注意翻後續可能有獲利回吐啦，或者啲因素同本身佢升上嚟嘅因素會有分別咧，引致出現一啲嘅回調咧嘅一啲風險咯。咁都會建議都獲利離場部分嘅持倉嘅重倉嘅話咁但係芯片股咧特別要提一提咧，就台積電。咁台積電咧最近呢我諗2-3個星期咧，其實一路觀察到佢嘅走勢咧，比起其他同類嘅半導體嘅股票咧，其實走勢上係要弱嘅。咁其實我自己其中一個解讀或者一個諗法就係咧，即係可能因為市場咧投資者咧會比較關注就係而家美國咧比較大力去扶持翻 Intel 嘅發展。咁而 Intel 嘅市值而家大約6000億左右啦，而台積電仲係講緊2萬億嘅一隻市值。但係呢個即係所謂代工啦，或者製造呢個芯片嘅呢個業務，會唔會係嚟緊美國去掌握翻個主導咧？
去將呢個咁重要嘅一個產業擺翻喺自己嘅公司上面咧，自己本土嘅公司上面，譬如 Intel 咧咁樣，咁令到台積電本身嗰個一家獨大嘅嗰個預期可能會有所扭轉，而影響個估值咧。咁呢點係一個我覺得比較值得留意嘅風險嚟嘅。咁而且去到2萬億市值咧，其實都唔算細啦間公司啦。咁調翻轉，如果兩隻稱即係 Intel 同埋台積電嘅話咧，我個人就係會比較對 Intel 係樂觀啲嘅。咁啊，台積電嘅話要小心，即係呢個如果預期係真係落地嘅話，或者真係有一啲嘅數據係真係顯示個 market share 係 Intel 係回升嘅話咧，咁而影響到台積電個 market share 嘅話，係要小心佢後續會有進一步回調嘅風險，或者繼續表現弱於其他半導體同行嘅風險咯。咁另外就好嘅就唔多講啦，即係講啲可能比較值得關注，大家都我有提過，但係可能最近表現未係咁好喎，咁樣咁嘅兩類股票啦。第一類我想提嘅就係資源類，即係之前都提過金礦、銅礦呢啲股票咧，咁其實我自己都係之前提過係睇好嘅，我而家呢刻其實冇改變嘅，儘管咧最近因為各種原因啦，包括即係嗰個戰事嘅消退，令到相關嘅軍工股又好、黃金又好、金礦又好係有一啲嘅回調。咁但係其實而家嘅價位同之前一路講開嘅價位唔算爭好遠嘅，畢竟金礦股其實都係講緊年幾之前已經叫大家要部署嗰陣時先30零蚊啊 GDX。咁就而家呢刻就87蚊啦，琴日收市大約呢個位置啦。咁由高位其實回調落嚟都有唔少嘅幅度，但係以而家咧主要巨頭嘅一啲金礦股為例咧，好多咧其實個 forward PE 都係10到15倍 roughly 呢啲 range。其實就坦白講咧，估值上面仍然都唔貴啦。而家如果以金礦本身嘅業務嚟講嚇，咁再加上黃金咧，雖然最近係有一啲嘅資金嘅流出啦，見到啦嚇，因為即係嗰個本身嗰個升幅比較巨大，亦都有一啲利淡嘅消息出現，借勢會有啲獲利嘅回吐啦。但係中長線咧對黃金咧，我覺得仍然都係咧，第一佢係有比較大機會都係反覆向上嘅情況比較多啦。第二就係咧，佢亦都係睇嗰個戶口嚟講咧，整個投資組合嚟講咧，可能會係一個唔錯嘅一個對沖其他資產嘅風險嘅一個投資嘅標的啦。咁譬如可能可以對沖一啲嘅股票潛在嘅出現大問題嘅時候下跌嘅風險啦等等啦。咁所以其實都值得係繼續持有嘅。咁但係相應地嚟講咧，其實金礦股咧可能會比起一啲而家好炙手可熱嘅熱門主題嘅科技類嘅股票啊等等咧，可能佢哋走勢會慢少少，但係會係一個我覺得中長期係穩中求勝嘅選擇嚟嘅。咁銅礦股亦都係嘅，始終係有基本嘅因素帶動啦。雖然而家未見到話一個好供需失衡嘅狀態，但係當嚟緊嗰個發展或者個需求嚟嘅時候咧，我相信對銅嘅需求都係會有上升啦。咁會為銅價帶嚟支撐啦，甚至亦都會為銅礦股咧帶嚟一個比較利好嘅一個面啦嚇。咁最後補充一隻就係康寧啦。咁之前都補充過，就係康寧都係我其中一隻都中意嘅股票啦，因為始終有英偉達嘅訂單加持啦，長期嘅光纖嘅合約啦，咁另外佢本身製造嘅玻璃嘅工藝啊、技術水平啊都非常之高啦。喺嚟緊嘅呢段時間，預計無論係建築啊或者個人設備啊、各種嘅AI 機械人設備啊，可能都會用到佢嘅玻璃嘅製品啦。咁亦都光纖、光通訊等等，亦都係啦。咁所以變咗呢間公司咧，始終因為之前個升幅比較大，咁有呢個消息。英偉達嘅消息之下，都進一步都有個比較急嘅升幅啊！早前一個短期，所以短期咧佢要消化咗呢啲嘅沽壓咧，咁再會去開展新嘅升勢嘅，我相信。咁所以呢隻股票咧，如果之前係按我嘅建議係有買入嘅話咧，我仍然都覺得咧係可以持有嘅，我都係中期會睇好呢隻股票咯。咁今次暫時冇乜其他新嘅股票去介紹，我相信上述嘅都有唔少好嘅股票可以俾大家選擇㗎啦。咁今集美股格局去到呢度啊，咁上述提過嘅股票咧，我本人都冇持有嘅，多謝各位。